啫。咁所以或者係咪話我淨係最高嘅票數咧？咁呢啲咧就係大家喺嗰個諮詢文件説問大家嘅問題啦。呢個咧你可以喺第23頁。喺23頁嘅3.1，其實你先睇呢個3.11先嚇。3.11咧就係喺20頁嗰處嘅，咁佢問咗好多問題，就話你可以考慮提名委員會嘅人數同組成、提名委員會嘅選民基礎、提名委員會產生辦法、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嘅程序、候選行政長官嘅投票安排、任命行政長官嘅程序同本地立法嘅銜接，以及行政長官嘅政黨背景，咁呢個叫你考慮嘅。然之後咧，佢問嘅問題咧就3.14嗰處就話提名委員會嘅人數同組成又要考慮啲乜嘢咧？咁有幾個問題啊，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希望大家翻去即係認認真真考慮呢啲問題嚇。咁另外喺嗰個2.3嗰處咧，提名委員會嘅產生辦法咧，佢又提出一啲問題嘅。咁另外咧就喺嗰個3.22咧，喺第25頁嗰處咧，行政長官候選人嘅程序處理嘅議題包括點樣按照民主程序嚟令行政長官候選人啊，民主程序點樣體現機構提名嘅要求啊，提名委員會應該提名幾多個行政長官候選人啊，咁呢啲咧咁所以呢啲咧就係大家可以考慮嘅。咁另外咧喺個26頁嘅第3.24嗰處咧，又都提出一啲問題你哋考慮嘅。咁呢個我唔逐一個去講啦，好唔好啊？喺另外第5章其實佢所有嘅問題咧喺第5章37到41段嗰幾段算啦，就即係話希望大家考慮呢啲提供意見咁樣嘅。咁希望大家咧係按照個回應個諮詢文件嘅時候，特別係可以睇睇呢啲問題。咁樣咧喺舊年3月嘅時候咧，好多領導人出嚟講話，行政長官必須要愛國愛港，係同埋必須要唔可以同中央對抗。咁有啲人就話：呢個係政治審查，呢個唔公平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個係基本法嘅條文裏頭咧，你都睇到有呢啲要求。首先咧就係話，好似剛才咁所講，有啲問題咧喺基本法算冇寫嗰幾個字，冇講話愛國愛港，亦都冇講話不能同中央對抗。但係喺基本法嘅條文處咧，你可以睇到呢啲要求嘅。喺基本法嘅43條咧，行政長官係選舉或者協商產生係由中央任命。佢既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亦都要向特區負責。咁佢係要向中央政府交代嘅。喺基本法嘅46條嗰處咧，就話行政長官咧係要喺47條咧，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咁佢嘅職守喺邊處揾到啊？喺48條嗰處咧，就話行政長官行使下列嘅職權，其中第2條咧就負責執行本法同依照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其他法律，佢要執行基本法嘅。如果根本佢覺得基本法係一個唔公平嘅文件，係要焚燒基本法、反對基本法嘅，咁佢點樣履行佢嘅職責咧？喺個在48條嘅第7嗰處咧，第8條咧係要執行中央政府就本法規定嘅有關事務發出嘅指令。如果佢成日同中央政府對抗嘅，你點樣可以期望佢可以執行中央政府就本法規定有關事項發出嘅指令呢？喺基本法嘅104條，行政長官同主要官員任命嘅時候，佢哋要宣誓嘅。咁佢個誓言咧係話要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佢擁護基本法，如果佢覺得基本法係一件壞事嚟嘅，基本法都唔公平嘅，佢點樣會擁護基本法呢？另外，佢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有啲人話我效忠香港，我唔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係基本法第1條已經講咗，香港特別行政區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嘅部分。你點可以效忠？即係點係即係將佢分得開話？我只係效忠香港，唔效忠國家呢？咁
咁所以如果你係喺嗰個無論提名也好，你喺選舉也好，你係咪希望你個行政長官能夠履行佢嘅職責、履行佢嘅任務咧？係嘛？咁所以呢個規定咧，唔係只係話一個政治嘅要求，而係事實上喺行政長官履行佢職務嘅時候咧，係有需要，佢係需要愛國愛港，係需要佢不能同中央對抗嘅。任何嘅設計咧，都係要公平嘅，所以唔可以為係保證某一個黨派或者某一個人必然能夠可以入閘去競選，亦都唔可以咧係話必然令到某啲黨派或者某一個人咧係不能參加嘅選舉，呢個亦都係唔符合嗰個選舉嘅公平選舉嘅意義。咁所以呢個有啲人就覺得話，好似機構提名啊，好似呢個對行政長官嘅要求咧，呢啲都係中央加落去俾一啲新嘅要求，其實完全唔係嘅，一直都係有呢啲喺啲樹嘅。咁我亦都想回應一下咧，係呢個公民提名呢個建議嚇。咁正如嗰個諮詢文件嗰處所講嘅啦，諮詢文件嘅已經所講呢個第16頁2.23嗰處，佢話任何嘅方案咧必須要嚴格符合基本法同埋全國人大2004年嘅法律解釋同相關嘅規定。方案咧要得到香港多數市民嘅支持，又有可能得到立法會2/3嘅議員支持，因為如果通唔過都冇用嘅，係嘛？亦都有可能得到人大常委會嘅批准同埋備案嘅，以及方案所定嘅選舉程序咧，喺具體操作上咧係實際可行嘅，簡潔易明嘅，方便選民行使投票權嘅，並且能夠維持一個公開、公平同公正嘅選舉嘅制度。咁我哋咧就用呢個嚟去審議呢個建議啦。咁第一咧就嗰個提名委員會咧係根據基本法45條嗰度講嘅，係由呢個有廣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若干候選人，然之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嘅候任人嘅。政黨提名咧同埋公民提名咧都係現時嘅政治體制中冇呢咁嘅機構嘅。政黨政治咧喺基本法說咧係唔係一個政治體制裏頭嘅機制嚟嘅。亦都或者係由公民去決定一件事咧，所謂公投咧，亦都唔係我哋政治體制裏頭嘅一部分嘅。喺選舉過程中加上呢個公民提名呢個咧係變咗成為一個新嘅權力機構。即係話市民可以一個數目嘅市民10萬或者幾多咧，就可以決定一件事嘅咁樣。咁咧呢個咧係唔符合我哋原來政治體制嘅設計。原來政治體制嘅設計係冇咁嘅機制嘅。同埋基本法45條嘅規定，而且亦都同現時選舉委員會嗰個組成咧係距離得太遠啦，亦都係剝奪咗提名委員會嘅自主權。即係話。有幾10萬人提名，你提名委員會就一定要提名，咁係咪剝奪咗佢嗰個自主權咧？呢個方案咧係好難得到多數嘅市民支持嘅，亦都好難得到立法會2/3嘅議員支持，或者人大常委會嘅批准或者備案嘅。咁喺具體操作上咧，除非你係有制度化，否則你冇辦法去知道而家提名嗰啲人係咪真正係會唔會有雙重咧，或者係咪真係有呢啲人存在咧？咁除非你係一個好似選舉咁樣做一個制度出嚟咁但係你如果制度化嘅時候咧，你就更改咗我哋嘅政治嘅體制啦。咁所以呢個咧所謂公民提名呢個咧，或者政黨提名咧，我相信咧係好難係會被接受為一個呢個方案嘅一部分嘅。我覺得係會有咁樣嘅困難嘅。即係同我哋原來對基本法45條嘅理解咧，同埋對特區嘅政治體制嘅設計咧，係唔符合嘅嚇。即係其實我都講過，選舉係公民嘅基本權利，民主係一件好事嚟嘅
所以應該係心平氣和咁樣去討論一個就呢啲問題，我哋大家充分咁樣討論嚟到做出一個大家都接受嘅方案。同埋討論嘅時候唔需要係互相指責，我哋係要溝通，大家提大家嘅意見出嚟，係嘛？然之後呢，即係如果你係根本乜嘢都係我對你錯嘅。即係我個方案我提出嘅一定啱，你提出嘅一定錯嘅話咧，咁樣就好難係能夠達成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嘅方案啦。咁同埋世界係不斷變嘅，社會都不斷變嘅。民主唔係一步就做得到嘅。你睇睇美國，最初有權投票嘅人咧係有財產嘅人，跟住咧有受教育嘅人可以投票。跟住女人可以投票，跟住黑人可以投票，係一步一步走㗎。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最緊要係我哋要走出第一步，一人一票選特首，民主逐步往前走。即係如果我哋先達到嚟個普選，如果你係有信心係民眾會支持你嘅，我哋先做咗呢個制度出嚟，由普選產生特首，然之後提名委員會亦都會睇民意嘅，亦都會如果佢係不顧民意提名出嚟係太過偏袒嘅，完全係唔會提名嗰啲係比較民主派嘅人士而符合基本法作為特首嘅要求嘅話，咁佢個要向市民交代嘅。咁個制度唔滿意嘅地方，提名委員會嘅組成未曾達到最理想，我哋一步一步嚟啊，先行咗普選先，然之後我哋嗰個選舉嘅機制係可以不斷咁樣去越做越好嘅。多謝大家。多謝梁愛詩律師好詳細嘅從歷史上回顧翻我哋香港從殖民地時代一路到基本法個草擬相關嘅條文，個普選特首個背後嘅理念同埋啲條文嘅相關規定。咁就跟住我哋咧就下一個程序就係陳婉嫻議員做評論員，咁請下陳婉嫻議員。唔該晒，我好多謝阿師姐好詳細講下。不過咧就我喺呢2個禮拜咧，即係我今日都寫出嚟啊。立法會咧就上個禮拜6咧就係9點至7點半，今日就由9點至6點。咁我又聽咗好多意見。我唔講2個極端先，我講普遍人咧都希望行出咗呢步。我自己覺得普遍人都行，喺普遍人想行出一步嘅時候咧，都提出好多唔同嘅睇法嘅。即係我哋靜心聽翻呢2場咧，因為我下晝冇聽下，今日上晝去聽。咁我就覺得咧，我上次喺立法會都問你，即係南轅北轍嘅朋友啦，即係兩方南轅北轍咧。我話大家都想行出普選，但係到南轅北轍嘅時候咧，係需要大家互相，要有個做走埋啲先得噶嘛。如果走唔埋咧，咁我哋自己搞唔掂咧，就老實講嗰個最後就即係可能冇啦。咁我諗我哋大家都唔想嘅。如果問題就話，當我哋有啲問題去拗嘅時候咧，我剛才聽阿梁愛詩前司長講咧，我就都想提翻你剛才嗰啲解釋。例如可參照，咁可參照，咁跟住我哋就話，你可以唔使參照㗎，中間有冇空間咧？即係可參照唔參照有冇空間咧？所以有啲法律界人都提就話，喂，可以嗰個4個組成去到5個組成啊，甚至每一組都唔一定要均衡㗎，即係有啲提法啦。以至提到就話，功能組別裏邊咧就係應該要商界用董事嘅，工會咧就用工會啲理事，就唔係議會嘅，咁又點咧咁樣？嗱，我就發覺即係話好想大家都想香港有普選，不過一個就前提有個南轅北轍，另外一個就算大家有啲相近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咁所以變咗好例如有可參照。咁就大家提過，我唔覺得有任何嘅攻擊性嘅，即係你可參照唔可參照啦。你可參照咧就嗰個係即係點講啊？呢個就等於係一個嘅機構提名。但跟住啲人就話，你都可以諗下喎，即係有關嗰個公民提名咧，即係一個機構提名一個公民提名。